石门保产的田庄阿伯啊，那得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。阮就是无意外，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。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家己心内的虚伪。请石门路边卖粉阿姐啊，人在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？大哥是卖烟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日子。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打算较合理。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请石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咱在讲一间工厂有要裁员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不知半项。当前我对头前说，伊我无希望。假使少钱也要忍耐3冬5冬，为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。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